片挂在那个麦克风前面，看他等于在展现实力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有去看那个实景，我有去啊，其实我都没看到你们。我礼拜天没去啊。不是，我说他这礼拜日那个在那个会上，还没到台，我说那个土地间他挂在麦克风前面，完全就是实力派的啊。我就说他可能是跳到那种对啊，我就说那一天我这礼拜天他要升到内容地，他已经中午升天。